中国的生囝率下降，所以官方已经取消结婚就要登去户口地来登记的规定。搁伫咧观光景点设一个结婚登记的站点。不过专家是表示讲，互结婚的程序变较利便，并无来法度来改变无爱结婚才会人受罚。哎，都看我，哎，这就是好。中国结婚甲生囡仔数字一直真低迷，伫去年佫下降超过20%。中国官方就推出新政策，简化结婚的流程。伫过去结婚爱摕着户口簿啊，佮登记其中一边的户籍地登记。过即马，干来准备简单的证件甲声明，伫全国任何的户籍单位拢用登记。我们都是山东人，在北京工作。现在因为这个北京是有这个政策嘛，然后这个领证提供了非常便捷的这样一个政府服务。除了北京，还有真济都市将结婚登记点设伫名胜古迹，佮推出特殊的结婚行程，亲像南京夫子庙推出古代婚礼，照明大的仪式完婚。成都市登记点设伫海拔3000多公尺，风景真水的西岭雪山顶悬。无那鼓励结婚也带动观光。不过人口学专家也指出，选择结婚有真侪复杂的因素，简化手续，干来互原本想要结婚的人更较方便，不一定互无打算结婚的人改变心意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